再来看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拍算要修中央银行法，促成主权基金。早起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是表示讲，因对成立主权基金态度是真开放，也毋过建议讲要成立就要设专法。有立委是指出讲，咱的外汇存底大约有5600多亿美金，其中3000亿是流通的外资。万一两岸发生战争，才会当来来去去的外资恐定会真做是过路财神。即马各界拢伫咧讨论利润悬、掩过风险也正悬的主权基金是毋是要成立？早起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质询时阵讲到主权基金，伊是安尼讲：从这5000多亿里面，我要跟你拿10%来去成立主权基金，那你这个将来等于是这些的担保是不是就减少了？我们是持开放的立场，但是呢，我们对于稳定我们国内的金融市场呢，中央银行呢，一定有我们的职责。杨金龙讲，伊无反对成立主权基金，不过应该爱另外立专法较好。若是政府真正要成立主权基金，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编有算来买外汇存底，另外一种是委外经营。国民党立委赖士宝认为，目前央行有5656亿美金的外汇存底，一部分是央行家己投资的2600多亿美金，会当对内面80%，国家政府4大基金来做主权基金。因为国内的外汇存底内面有3000多亿拢是外资，若是两岸发生战争，这寡资金恐惊变做过路财神。以你的角色，以你的位置，你赞不赞成？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审慎评估。我觉得评估后，如果我利弊得失衡量，就台湾现在的情况，觉得还是有必要设立主权基金的话，有必要吗？请问你有必要吗？现在？我觉得还是要再评估才会知道。对主权基金，国发会表示，将会定期评估，因若国内出口呈现8个月拢歹，国加上主计总数下修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。今年是毋是当保利？杨金龙的讲法正保留。伊讲，近期估计是第3季的半到第4季才会反弹上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